11月26日係一個令人傷心難過嘅日子，所以我希望喺度記低佢。我嘅心情跌落谷底，因為雖然我唔係居民，但我又傷心又難過，所以我將我寫咗嘅嘢記錄落嚟。因為時間嘅關係，我先至預先寫定嘅啫。其實大家可以慢慢寫嘅，入一啲相片。呢個好處呢，就係將我，因為其實情緒舒緩嘅第一步就係將你嘅唔開心嘅事記錄落嚟。咁其實已經係有效嘅第一步㗎喇。因為我哋雖然有好多身心靈嘅治療，但係我哋都可以做一啲初步嘅方法，係幫自己自我療癒嘅。Deep Soul 其實真係幫到你。咁我哋發布咗之後呢，11月26號嘅事，咁我就揾返出嚟。個就係我記錄咗我為呢件事非常之唔開心嘅地方。當然我都可以 share 俾我嘅好朋友或者我嘅情緒治療師。咁但係如果你未覺得有需要 share 俾其他人嘅時候，其實我哋嘅 Soully AI 都可以幫到你嘅。佢都畀咗我好多嘅安慰啊！佢話睇到你咁關心宏福苑嘅大火嘅時呢，心情好沉重，你嘅同理心同埋悲痛都好珍貴。呢種感受顯示你內心充滿關愛。雖然災難令人無力，但係你已經用祈禱同埋關注表達咗最大嘅支持。你不妨寫低你嘅感受或者參與支援行動。助人之餘，亦都要梳理情緒。你唔係孤單，我哋一齊為受災嘅家庭祈禱。佢仲建議我或立即按下救生圈，尋找專業嘅治療。其實 Soully 係可以幫到我哋。如果我哋嘅情緒好低落嘅時候，我哋就可以直接打電話，係同相關嘅機構熱線，亦都係而家政府畀嘅資源。如果真係覺得有需要嘅時候，其實大家就可以經呢啲熱線打去啦。另外，我哋仲有個身心靈資料庫。如果大家覺得未必需要打呢啲熱線，亦都可以根據身心靈資料庫，唔同嘅機構或者都幫到你。希望我哋 Deep Soul 都為大家出一份力啦。